大家好啊，我係金銀在野，而家咧就教大家一秒係金銀比嘅，大家可以去 TradingView 呢個網站，咁你會見到啦，一撳入去就見到啦。今朝58.284呢一個 moment 7點幾，咁好啦，點樣可以睇完整嘅圖表咧？右邊撳完整圖表。你入到去咧，就會見到佢哋嘅趨勢圖啦。而家金銀比咧係跌咗好多嘅，因為銀升咗好多，比起黃金佢漲幅高好多。咁你可以喺下邊縮細嗰個圖表嘅變化，你會見到呢度2026年頭啦，縮到2025，再縮到2024。其實你見到有個釘釘嘅，就係銀最平嘅時候，更加要大量入貨啦。最尖嗰度，最後縮咧，你會見到2020年有一個釘釘係仲加高嘅，嗰時嘅金銀比係好誇張，銀係超級平。